伫新台副校长陈耀都的见证，新台人文社会中心主任杨正达、大堂董事长吴明昌以及大众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简明仁，因三方面正式签署 MOU， 希望合作推广台南农业、食农教育以及人权等人文社会关怀。大众教育基金会所做的 contribution 真的是相当令人敬佩哦，无怨无悔。然后不求任何回报。台糖从20年前从那个台北南迁到台南，那成大给我们一些训练、一些经常合作、一些指导，让我们虽然进步不多，但是至少我们有在进步，而且也希望能够跟那个成大继续的合作。我们和成功大学还有那个台南公司的合作我们一定会能够开发出很多适合学生能够去踏查走读的地点路径。那我们基金会过去也收集了非常多的历史资料，所以我们可以提供每一个地点的历史文件还有故事。台南毕竟还是一个农业产区蛮大的一个县市，一个直辖市，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也能够把对农业的这个转型的社会跟农业它所必须要关怀这样的一个社区跟议题，加上人权的这个议题，能够扩大作为我们人社中心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其中，简明仁董事长是日本时代台湾农民运动的重要人物，简洁的后生。所以签约仪式当中，大众教育基金会嘛将简洁这本重要的研究成果捐赠给新台，结合 AI 来打造台湾农民运动历史资料库。三个单位的合作，除了让民众对过去人权历史有更较侪认识，对食农农业发展更是正面的效益。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